Hello，呢度係睡前讀10頁書，等我哋瞓覺之前放低手機一陣，睇下呢一本書，叫做《持續邁進》，作者係尼克馬朱麗。今日我哋嚟到第11章，你應該投資啲乜？致富冇唯一嘅正確途徑。你可能未聽過華良傑呢個人，不過佢譽為係史上其中一位最勁嘅柔道教練。雖然佢自己其實冇參加過柔道比賽，但係佢訓練出好多柔道同其他武術項目嘅冠軍選手。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體會就係，唔同人有唔同學習嘅方法。一個教練最大嘅錯就係將自己學習嘅方法硬塞俾每一個學生。有一次有個教練同我講，我啲徒弟全部都打得好似我一樣。但係一上到場，佢啲徒弟冇一個可以打贏我啲徒弟，係一個都冇。所以我同佢講，佢一定要因材施教。華良傑呢個領悟，啱一個人嘅方法未必啱另一個人，唔單止適用於柔道，投資亦都一樣。不過市面上嘅投資建議好少係度身訂做俾你嘅，通常你會見到有啲專家講到好似自己知道發達嘅唯一一個正確方法，但事實係致富嘅方法有好多種，就好似打武術比賽，人人都有唔同嘅打法一樣。所以要揾到啱你自己嘅致富之路，要試下唔同嘅方法，揾出最啱你需要同埋個性嘅呢一條路。就係因為咁，我先會講，如果你想致富，就必須要持續咁去買唔同類型嘅身材資產。呢個就係我之前成日都講嘅持續邁進嘅核心理念。最難嘅就係要點樣決定買邊一啲，持有乜嘢嘅資產。多數嘅投資人只會買股票同埋債券，唔會再諗其他嘢。我唔會怪佢哋，因為呢兩樣資產的確係幾好嘅致富工具。但係股票同債券只係投資世界一面嘅小部分。如果你真係認真諗住增值自己嘅資產，你應該睇晒所有可以投資嘅產品。所以我就整理咗一份增值資產清單，你可以攞嚟做起步嘅研究。每一種資產我都會講解係乜嘢嚟，同埋分析投資嘅好處同壞處，仲會分享實際係點樣投資入去。要講清楚，呢份清單唔係我嘅推介名單，而係俾你研究嘅起點。因為我唔知道你而家嘅實際情況，所以都冇辦法講邊樣最適合你。事實上，我自己只係投資過清單入面其中4種，因為有啲真係唔啱我，所以我建議你喺決定加或者減任何投資之前，一定要認真評估清楚。咁樣第一樣介紹嘅就係我最中意嘅一種投資，就係股票。如果你要我揀一種資產投入晒我所有嘅錢，我一定會揀股票。股票就代表緊你對一間公司嘅擁有權，即係股權。長遠嚟講，股票係最可靠、最有效創造財富嘅方法之一。點解你應該或者唔應該投資股票？財經教授傑洛米席格爾喺本書《長期獲利之道》講過，過去嘅204年間，美國股票嘅實質年回報率係6.8%。當然，美國股市一直都係全球最強嘅其中之一，但係資料顯示，其實好多其他嘅國家嘅股市長期嚟講都係一個正實質嘅回報，即係扣除通脹之後都仲有得賺。例如3個學者都分析咗16個國家喺1900年去到2006年之間嘅股票回報率，發現全部都係有正回報，最低係喺比利時，平均年回報率都有2.7%，最高係瑞典接近8%，美國排喺前25%，但係仲係輸俾南非、澳洲同埋瑞典。但係呢一個數據話俾我哋知，美國股市雖然唔錯，但都未必係喺世界舞台嘅最勁之處。更加值得留意嘅係喺呢204年之間，
地球係發生過2次嘅世界大戰、經濟大蕭條，但係全球股市依然可以長期帶嚟正回報。巴頓華格斯喺《財富、戰爭與智慧》入面講過類似嘅結論。綜合考慮資產變現嘅能力，我會話股權係你財富最好嘅歸宿。當然，未來可能未必好似過去咁，不過我會賭一鋪，仲係會。股票仲有另一個好處就係你唔需要親自打理。你買咗一間公司嘅股權，賺錢係公司嘅，而你只係坐喺度等收回報就得，管理就交俾人哋公司去負責。但要注意嘅係，股票係唔啱嗰啲好膽小嘅人。因為你要預咗1世紀之內可能會出現幾次跌超過50%，每4至5年跌30%，每年起碼跌10%一次。咁高嘅波動性令到好多人一見到股市跌就會忍唔住賣出，唔容易堅持。睇住自己10年嘅儲蓄幾日之內縮水，真係驚到腳震都唔出奇。應付呢種情緒最好嘅方法就係長期投資，雖然唔能夠保證報酬，但係歷史證明，只要夠長時間，股價通常都會彌補返佢哋之前跌咗嘅損失。時間就係股票投資者最好嘅朋友。咁點樣去買股票？你可以揀一啲單一嘅公司，即係個股，又或者買一籃子嘅公司組合。例如指數型基金或者 ETF， 例如 S&P 500 ETF， 擁有美國500間大公司嘅股份，全球股票 ETF， 全球多個國家公司都有份。我自己鍾意 ETF 多過買個股，原因係因為佢哋平、簡單，又可以幫你分散風險。就算你淨係投資 ETF， 都有唔同嘅策略。有人主張買細公司，即係小型股；有人主張買平價股，即係價值股；有人鍾意追趨勢，即係動能股；有人專攻高息股，即係有穩定嘅派息。例如，你擁有某一間公司5% 股份，佢就會發放100萬美金嘅股息，你就會攞到5萬蚊。聽起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最後，無論你係選擇邊一啲嘅股票策略，重點係擁有呢一啲嘅資產。我個人就係透過3種股票型 ETF， 擁有美國股票、已開發市場嘅股票同埋新興市場嘅股票。我亦都有一啲小型嘅價值股，但係呢一啲係咪投資股票嘅最理想方法？唔知道，但係對我嚟講係暫時最有用，長期表現亦都係唔錯。股票投資嘅總結，平均複利率年報酬8至到10%，優點係歷史回報率高，買賣好方便，唔使自己打理，公司有專業人士經營。缺點係價格波動大，股價可能受到市場情緒影響，好快就會有變化，唔一定係反映咗基本面。而家嚟講下債券啦。講完刺激又多變嘅股票市場，而家嚟睇下比較穩陣嘅債券。簡單嚟講，債券就係你借錢俾人，對方承諾一段時間之後會還返俾你，呢段時間就叫做年期、票期或者到期日。好多債券會喺還本金之前，定期會俾你利息，呢啲就會叫做票息。票息除返買入價就係所謂嘅殖利率。例如你用100蚊買一張債券，每年係會收到100蚊嘅利息，咁殖利率就係10%。發債嗰個可以係公司、個人或者政府。最多人講嘅債券其實係講緊美國國庫券，即係美國政府借錢。美國國庫券都有唔同嘅年期，根據到期日分咗幾類。短期嘅國庫券1至到12個月，中期嘅國庫券2年至到10年，長期嘅國庫券10年至到30年。除咗美國嘅國庫券，你都可以去買外國政府發行嘅債券、公司券，即係借錢俾企業
或者地方政府發行嘅地方債。呢啲債券通常比起美國國庫券提高更加高嘅利息，但係風險相對就會高啲。點解風險會高啲？因為美國政府係全世界最可靠嘅借款人之一，佢想印鈔票還錢都得，所以基本上一定會還得起。但係其他政府或者企業就未必得啦。就係因為咁，我自己就會偏向投資美國國庫券，或者喺我住嗰度嘅州發行嘅免稅地方債券。如果我真係想冒險，我會選擇投資其他高風險嘅資產，而唔係選擇風險高嘅債券。其實債券應該係用嚟分散風險，唔係用嚟博大霧。雖然有啲人會考慮高殖利率、高風險債券，特別喺2008年之後，美國國庫券利率超低，但係投資債券唔係淨係為咗收利息，其實佢仲有幾個好處。點解你應該或者唔應該投資債券？我會推介債券，因為佢有幾個以下嘅特點。第一，通常股票跌，債券就會升，即係特別喺市場恐慌嘅時候。第二，收入比較穩定。第三，債券有流動性，可以幫你套現再平衡資產，或者應付突發嘅開支。當市場出現拋售潮，好多資產價格都會一齊跌，但係債券係少數可能會升嘅資產，大家會將高風險嘅資產轉咗去買債券，呢個行為就係叫做逃向安全資產。所以債券喺最差嘅情況下，可以撐住你成個嘅資產組合。再者，債券穩陣，收入又穩定，特別係美國國庫券，因為政府可以印鈔票，所以你唔需要擔心收入唔穩定。最後，如果市場大跌，而你又需要現金，債券就可以幫你套現。例如失業嘅時候，你可以買啲債券頂住開支，幫你捱過難關。例如喺2020年嘅開頭 ，Covid 大爆發，市場大跌，持有唔同比例債券嘅投資組合表現都唔同。債券比重高嘅投資組合，價值下跌程度比低債券比重嘅細。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有債券喺手，市場跌嘅時候可以再平衡，即係賣債券買股票。之後股市反彈嘅時候，你就會賺多啲。好似我咁，我喺2020年3月23日，即係市場最低位，賣咗啲債券，買返啲股票。雖然時機純屬幸運，但係如果冇債券喺手，我根本唔可能咁做。債券嘅缺點就係，債券最大嘅問題就係回報低，尤其喺殖利率低嘅時候，好似喺2008年至到2020年嘅期間，再加埋通脹，實際可能仲要輸錢。咁點樣買債券？你可以選擇單一買債券，但係我會建議買債券指數基金或者 ETF， 操作簡單好多。以前有人話買單一債券同基金表現有分別，但係 AQR 資本管理公司創辦人喺2014年發佈咗一篇文章，證明表現其實冇大分別。唔理你點買，債券都係你投資組合入面一個好重要嘅角色。正所謂買股票食得好，買債券瞓得好。債券投資嘅總結，平均複利年回報率大約係2至到4%，即係利率低嘅時候甚至係接近0%。優點係波動細，方便再平衡，本金安全。缺點係報酬低，尤其計埋通脹之後，殖利率低嘅時候收入會好少。咁呢一章呢，就暫時講到一半先啦，呢一章之後會繼續講其他嘅投資組合。咁喺呢一章我自己個人睇法呢，就係我好同意佢其中一度講到話，呢個世界冇一個最好嘅投資方法咯，係要揀邊一樣最適合你咯。
咁我以前咧一開頭咧投資股票咧就係唔知應該買啲咩，咁就去買 ETF 咯，亦都冇興趣去睇股票嗰啲圖表啊或者公司嘅發展嘅。咁最簡單買 ETF 就係最適合我嘅方法咯。但係當我呢幾年有好多 YouTuber 去拍片講點樣去睇圖表啊或者公司嘅基本面嘅時候，我覺得容易學習咗點樣去睇股票，咁我就開始去買一啲嘅個股咯。咁而嗰個回報率亦都係比以前高嘅。咁而喺呢個跌市方面，我又識得點樣去操作去避免個風險嘅時候，咁我就會覺得買個股係適合我咯。咁我自己亦都唔會選擇去買債券咯，因為對我嚟講，一個比較年輕嘅年紀嘅時候，我覺得嗰個回報率係太低。咁例如我阿爸咧都將近係一個退休嘅年紀啦，咁而佢嘅性格咧係好驚一啲波動嘅，即係佢唔可以睇到佢個錢係跌少咗，所以咧佢就會選擇定存咯。咁我都覺得呢一個係適合佢性格啦，亦都適合佢年紀嘅投資方法咯。咁唔知你有冇一啲嘅投資方法可以分享一下？記得留言話我知。今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啦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